兩塊土地，兩個命運，一個喺審判入邊被毀滅，另一個就喺憐憫下被庇護。上帝因為所多瑪嘅罪而懲罰咗，但係冇為自己嘅子民保護咗歌珊。所多瑪充滿暴力同腐敗，背棄咗上帝。但係歌珊，上帝為佢嘅子民作嘅記號，保護佢哋。針對所多瑪嘅呼喊好大聲，喺報應嘅日子嚟到嘅。拜託，我哋要走啦！喺歌珊，瘟疫襲擊咗埃及，但係冇傷到上帝嘅子民。跟住火同硫磺降落嚟，所多瑪被火焰吞噬，所多瑪變成灰碎，成為歷代嘅警告。但係歌珊依然穩妥，主親自做咗佢哋嘅盾牌。但係歌珊希望升起，主為佢嘅子民預備自由。所多瑪因罪被審判，歌珊因應許而被保護。叛逆最終都會落得審判，信服就喺上帝嘅憐憫之下得安息。行使佢哋喺光入邊，佢喺永不止息喺愛底下揾到平安。